唔知大家有冇諗過，點解漢字一、二、三係就咁一、二、三條橫線，但係去到四、五等等以上嘅數字就唔係繼續加橫線上去呢？我哋係靈知，今日嘅語言學知識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字九嘅由來。四喺甲骨文同埋早期金文的確係象形字嘅四畫橫線，但係去到春秋時代開始就假借咗呢個表示口鼻呼吸嘅象形字，而本身隻字就加咗個口字邊，變咗氣。五嘅本意不明，有人就認為係指天地交錯，有人就認為係指收成器嘅戶字，都有人認為係表示掌紋嘅艾字。總之可以肯定嘅係呢個字喺甲骨文已經假借咗去數字五咁解。六呢，就係一個表示進入方向嘅指示字，其實即係而家嘅入字。佢後來假借咗去數字六，為咗分辨兩者，後嚟就喺入字下面加兩撇，表示數字六。七字本身係指將一條橫線喺中間打直切開，係分切咁解。後來由於呢個字假借咗去數字七，就唯有加個寶劍刀喺右邊嗰度，做咗個切字出嚟。八呢，就同七字類似，本來呢就係指兩樣嘢互相背對，係分別咁解。後來借咗俾數字八，本來隻字呢就同樣咁樣加咗把刀上去，變咗做分字。九呢，本身係指手踭，同樣地，由於借咗俾數字九，本身隻字就加咗一點做寸，再加咗個玉字邊，變成咗個爪字。